珠海最智慧、最先進、最大氣嘅屋苑就係我身後嘅華發珠海灣啊！湖涌30坪嘅超大露台，每一戶都係110%嘅得房率啊！真正意義上嘅科技加住宅啊，各種 AI、各種機器人服務。聽聞佢呢度一個月200幾套嘅銷量喎，我哋依家就去睇睇究竟有啲乜嘢魅力。項目位於珠海嘅高新區啊，揸車15分鐘就可以到深中通道啦。深圳返工，珠海住啊，樓價平一半價，而且呢度係深珠通道嘅落橋點。如果你係走港珠澳大橋過嚟，3條路線大概35分鐘就可以到達㗎啦。其中有一條咧係沿住珠海嘅情侶路一路過嚟啊，你就可以欣賞珠海海岸線嘅各種風景啊。1個小時到達深圳、香港、澳門啊，呢度嘅交通4通八達。從項目步行5分鐘即向1.5萬平方嘅華發新天地啊！揸車10分鐘可以去到寶龍城啊，格力商業首鎮區域嘅商業配套，20分鐘車程即可到達山姆會員店華潤萬象匯啊！呢度嘅商業非常之繁華，衣食住行樣樣齊全㗎。項目嘅會所就價2個小木標，真係顛覆我嘅想象啊！全球首個無人機配送啊，一瞓醒就有早餐到你眼前啦，係咪好正啊？呢度有灣區一流嘅養老綜合體，做到實時檢測同埋危險報警啊，包你長命百歲啊！再帶你體驗珠海最大、最靚、最高級嘅會所啊，700平嘅無邊際泳池、健身室、瑜伽室、24小時恆溫泳池、閱讀空間。喺呢度你個 BB 放學返嚟都唔使煩住你啦。喺自己屋苑會所自帶嘅私影廳擺80大壽啊，請晒3姑六婆過嚟夠晒 face 啦！呢度連停車場都咁豪華，我差啲以為我嚟到咗澳門嘅賭場啊，仲配埋自助洗車、超級快充㗎。項目從89平到241平任君選擇。依家我哋就去觀摩一下新一代嘅第4代住宅。不過係4代住宅啊，贈送嘅露台都有2間房咁大喎。入戶呢度就有華為鴻蒙嘅32項系統隨便用啊。122平做咗3房啊，主要係改善享受嘅戶型。6米幾嘅闊綽大客廳，你所見到嘅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啊。呢一個廚房真正讓你感受到第4代住宅嘅科技啊，仲可以一邊炒餸一邊追劇啊。衛生間嘅鏡櫃仲帶埋冰箱㗎，你見過未？每間房嘅採光都冇遮擋㗎。呢個長輩房喺4樓啊，就有咁好嘅採光啦。主人房270度嘅採光飄窗啊。呢度嘅衣櫃呢，仲有高科技嘅自帶消毒殺菌功能。呢度單價2萬蚊，總價唔使200個，你就去擁有嘅高科技第4代住宅啊！有興趣嘅後提私信我，我免費專車帶你1對1睇樓啊！